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初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俊。新闻头先赶紧来关心苗栗的竹南邮局是传出一个60多岁一个货车司机，和住伫附近姓刘的查甫人举刀甲刣死。咱像是因为长期拢不满这邮局的车辆透早咧送货噪音伤大声，检举真侪间拢无效，就安尼失控来犯案。苗栗县长郑东锦是发文来表示遗憾，也呼吁相关单位来介入来关心伤亡的家属。监视器画面翕到这个穿乌衫的男性举菜刀，直直掠头前穿红衫的查甫人，上无甲刣10刀。救护车赶到现场，这个穿红衫的查甫人已经倒伫涂骹爬袂起来。伊是苗栗竹南邮局60多岁外包司机，和对面目镜行头家的后生30多岁姓刘的嫌犯举菜刀甲620公尺，扑10刀当场死亡。犯案的动机竟然是因为长期的噪音纠纷。噪音了，每天这样。凌晨3点，然后像地震一样，bang bang。以前我们跟他反映到台北城去，他也是说要改善，结果他们还是不要改。嫌犯的老爸本来表示，后生因为着住伫邮局的边仔，长期因为邮便车半暝半会受到声音的折磨。虽然真侪届拢找正常的管道反映，也毋过问题拢无解决，颠倒互后生的情绪咧要失控。警方接到通报赶到现场，甲涉案的姓刘的男性抓起来。我儿子有去叫那个环保局，也有报警，但是他都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儿子他其实就真的受不了，他们就是还说我去恐吓他。现场查扣作案用菜刀1支，全案依杀人罪嫌侦办，并持续厘清犯案动机及案发经过。面对这桩凶杀案，苗栗县长郑东锦刊文表达遗憾，伊强调心理疾病已经成做是国安问题，会要求相关单位介入关心伤亡的家属，而且尽力安达。记者综合报道。昨绿树天安门事件已经满37周年，中国北京甲香港是拢加强维安警戒。由死者家属所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团体，今年也是头一间和中国政府下禁令，讲袂使去祭拜甲哀悼。也伫咧香港，也是有一位艺术家上街头要把红丝带来悼念，随着互公安来阻挡。绿树天安门事件今年是满37周年，北京的街道会当看到维安的警力是明显增加，而且每隔一段距离，都说有小警察2字的亮灯站，伫最近城内嘛是共款。伫迄当阵失去亲人的天安门妈妈，通常会伫绿树这天到北京的墓园去拜拜，而且举行悼念的仪式。但是今年家属是真罕见收到通知，讲唔准办这活动。这是天安门事件爆发37天来，当局第一摆下这种禁令，维族的家属已经写批表达抗议。国际特赦组织是指出讲，今年北京对绿树纪念活动的压制，敢若是当地升级。伫香港为了防止任何悼念绿树的活动，真侪台大把数的警察车都守伫街仔路。现场艺术家单色心伫绿树进前，伫东路湾的街仔路提出长6.4公尺的红丝线，准备要绑伫路牌条顶悬来表达悼念，随后便衫的公安来制止，超越卡棒送伊离开。當你要講嘢或者要做嘢嘅時候，都會俾人監視住咧，呢個係一個好唔正常嘅狀態。香港當局第一日控制抗年以新冠疫情做理由，禁止舉辦悼念綠樹的守夜晚會。伊當中遇到利亞公園同款有民眾自發前來組織，但是今年這項活動是正式終結。加上香港的國安法嘛，第一日控制抗年上路，大大限縮當地的言論自由。預計台灣的辯論人數5日開始。綠樹之前在東京開記者會，強調中國的民主運動無死，只要有希望，提出勇氣。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is not easy. It'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in 1989. But another message I have been trying to deliver to the whole world. Courageous is contagious. Be courageous is contagious. You use your courage to pass on that courage to people who need it the most. We need it. 5日开始嘛，呼吁日本发挥影响力，比作亚洲自由民主的部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发表声明，表示讲，不管是偌济心杂的手段，都无法度甲绿树老会点也袂绿树抹掉。遐为着争取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牺牲的人，有一天会得到平反。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讲到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满37周年，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是强调，中国无法度来改变历史。咱的总统赖清德也讲，希望中国会当面对六四事件，承认真相来和解甲对话。昨暗伫咧咱台湾也有民间团体来举办哀悼的暗会，呼吁社会应该爱重视中国伫咧国际上的镇压，打击民主自由。1989年的6月初4，中国的战车伫北京天安门广场用闹火方式镇压抗议的人。六四37周年，各界持续声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讲中国的心早无法度甲历史抹掉，受害者落尾一定得到平反。天安门学运的领袖5日开始伫日本东京开记者会，讲到日本面对中国的威胁，应该放弃对中国的完整政策，徛伫自由民主的前线。We are surviving because just like 37 years ago, we were driven to the square, to the street of Beijing by one thing, hope. 总统赖清德伫面册发文，希望中国正视六四的事件，承认真相，呼吁商听，开启和解和对话。行政院长董英台伫面册发文，讲莫袂记哩六四。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讲，伫六四的事件发生的时阵，台湾是拄开始民主化，走向多元民主开放，但是中国的自由空间却是全面封锁。六四不只是历史的记忆，它也是守护民主、自由以及人权的共同承诺。马英九前总统才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啊！当时是如此，今天依然是如此。对啊，政党嘛发声，民进党表示讲，真遗憾看到中国的威权是愈来愈严重，呼吁中国要正视历史，承认唔对。针对中国禁止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去念香拜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超过文明的底线。国民党的社群面册并无针对六四发表任何评论。民团和 NGO 团体是选伫中正纪念堂举行哀悼暗会，强调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现场展示见笑条，代表受害者的痛苦。希望说去持续帮这个活动点醒台湾人，说看清楚我们敌人的一个真面目，不要被欺骗。也是我们香港人作为说新生的受害者、以前受害者，把自己的故事也展示出来。做香港反送中的代表，香港青年蔡志和来台湾得到安置，做兵做了，摕到台湾的身份证，伊家己受到中国的打压，呼吁社会爱正视中国下国的镇压。台湾阿甲真无简单的民主自由守护条。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也是经过威权统治的时期，即马监察委员范顺玉是针对监控台湾人民的保防体系来提出调查报告，含请行政院爱推动专行正义的教育。今年嘛会将所有政治档案来分类电子化，公开伫咧网络给大家看。这个体系监控了台湾人民至少40年时间。监察委员范顺玉查阅907卷超过10万字的档案，针对台湾威权统治时期的保防系统，礼拜四提出调查报告。社会上的社团跟文教救社其实最大宗的它的保防工作人员达到9783人，那总共加起来有4396个保防组织，有22244人是他的保防工作人员。范顺玉指出，根据相关资料清查结果，威权统治时期的政府为着要确保对人民的控制，伫中央、文教、军事、社区、学校、社会团体这机关设安全室甲人治室。人治室就是人事地址办公室，安设保密员甲防谍员，也就是照白啊、保密啊，进行内部监视甲审查，侵害文书甲思想自由。所提报告小则影响升迁考核，大则招致牢狱之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没啊，随处都在。范顺玉指出，这个系统对台湾民主造成真大伤害，也喊请行政院爱推动转型正义教育。也若今年国家安全局已经把所有政治档案拢交予档案局，即马档案局当地整理分类，也把这资料电子化，放伫网络顶悬，让大家了解历史的真相。记者郭玉琪、林朴凯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因为受到低气压甲风面的影响，今仔日全台各地拢有可能会落大雨。气象署早起嘛有针对台南到屏东，也有宜兰到台东拢总6个县市来发布大雨特报。
今仔早时啊，雨主要拢是集中伫咧南部甲东部，过到了后换中部以北会较高落雨，尤其山区甲大台北地区特爱注意会落大水雨，预防积水淹水。这个低气压今仔日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变做是热带性低气压，而且后礼拜阁有黄霜雨的方面报道，天气会阁较无稳定，提醒观众朋友得做好防灾准备。而这2日啊，这天气变化大，昨伫咧东部是有发布强风的特报，也昨暗嘛有部分所在是传出大雨落甲下暝日的灾情，而且这雨是有可能会落甲后一个礼拜。头尾夜夜飞，互人目睭爬袂轻。西南风增强，加低气压瓦近，气象署发布强风特报。台南县南回地区的太麻里溪水尾出现沙尘暴现象，县政府要求当地进行疏浚工程的厂商注意断水，头粉才袂夜夜飞。屋内都是沙子，门窗可能就要关小一点，要不然室内都是沙子。我们会再加强洒水的频率，那另外也会同时通报我们本县的环保局进行一个勘查，如果有违规的情形，会再进行开罚的动作。西南风甲午后热对流相重影响，西半部地区伫拜四下晡开始陆续出现雨水规港度，伫南海的低压系统长持续发展，无排除变做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伫拜四半暝了后为南台湾附近通过，为恒春半岛甲东南部地区带来低延时强降雨。低气压影响到台湾所以在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一整天的降雨情况会比较明显。那在其他地区的话，要留意是因为低气压会让午后雷阵雨的情况会发展的更加的旺盛。气象署提醒，拜五开始各地会落雨，东南部、西半部甲山区有大雨，午后中部以北甲大台北地区有局部性低延时大水雨。拜六低压系统离开，不过各地也有局部低渐阵雨。礼拜开始低压大影响，午后东半部是落雨热区。再来主流方面报道，各有西南风，是今年黄霜雨季头一个主流方面。后礼拜二西半部会落大水雨，东半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日。全台湾各地都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中雨势比较大的情况呢，就是西半部会大于东半部，中尺度对流移动到陆地的话，可能就会带来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也许是雨量这个可能70-80毫米，甚至上百毫米，其实都有机会。气象专家林德温示警，比起这礼拜五天气不稳定，更加爱注意后礼拜开始到6月中，对伫主流黄霜雨方面的中小度对流系统刷入来，可能会带来持续的强风大雨，地势水灾灾情，提醒民众会当趁压未落雨时阵，先检视疏通排水系统，做好防灾准备。记者采访报道。热天蚊仔通拖嘛会较济，若要去户外活动，也得爱注意。亲像伫咧台东的活水湖景点，就传出有校草仔的这个工人去互蜂叮着，县府已经派人去清除这个蜂箱，也采告示牌来提醒大家。台东市真出名的活水湖，透早甲下晡拢成足侪民众来遮耍水佚佗。台东县观光处最近嘛伫咧4棵位挂草，毋过初三下晡就传出有挂草的工仔人去互走出来蜂叮着。好佳在工仔人迄时穿长裤长裤，干那小可红红发红尔尔。这样基本上打草是够了，要防风的话那是没办法。如果穿那个防风衣的话，又没办法工作。县府讲，这种蜂是伫咧透早会出现的黄卡蜂，捌有民众经过时阵去互因惊到，已经派人甲蜂箱刷掉。县府表示，最近会伫咧活水湖4棵位设置注意野生动物通拖的告示牌嘛请民众去活水湖佚佗的时阵，就要注意4棵位的通拖甲野生动物。到活水湖周边游憩，记得要穿长袖的浅色服装。那另外呢，如果有发现了蜂踪，请各位立即离开现场。县府强调，若人特别高野外通拖真活跳，民众出去佚佗，就要准备个人的防护甲药若是无细致去互不明的通拖夹到，出现过敏的反应，就要赶紧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屏东满洲出现大量的纸板鸭牵线，困管处提醒往回垦丁甲满洲的驾驶，得爱放慢车速，帮助纸板鸭生团。再来看中国时报，
两花人10档，搁再进行动物交流。上海动物园要甲一对猫喜马囝送来台北市立动物园，上近7月会开放予大家去参观。落尾是联合报，高铁5月25发生严重慢粉的事件，影响超过11万位旅客。签到5分钟以上的拢会当退钱，预估总金额会达到3526万。高铁也要投入2000亿，提早将关键的设备来换新。来看台北市天管处公告讲，对初四开始，这货运业者接咧使用的电动封闭式货箱3轮动型机车，会当临时停伫咧临停的货车落货上货专用区，比较小型的货车来收费。因若这架床机车未来若上市了后，嘛是规划停伫咧台北市的小型汽车停车格，比较汽车来收费。伫台北市今路愈来愈侪货运业者用电动封闭式货箱3轮动型机车，落来体积比货车细，载货量阁比一般的机车大。毋过，安尼电动封闭式货箱3轮动型机车爱停倒位呢？台北市天管处宣布应临停货车装卸专用区。不方便，而且会延误邮件的投递时效。不好找吧，而且北部应该是更难找啊。台北市天管处表示，电动封闭式货箱3轮动型机车长2.382公尺，宽1.233公尺。若停伫机车架，会用到3架机车，抑佫会凸出来1点仔，影响一般机车。所以开放临停货车装卸专用区，比较小货车收钱，为6月初4开始实施。另外，有希望伫今年下半年上来，架床机车即种有卡机车长1.47公尺，宽0.97公尺。若直接停伫机车长度会超出47公分，未来伫台北市爱停伫小型车汽车架。原本的汽车就很难停了，那如果要停那个汽车格，停车位应该会不够吧？如果会买，就不会去计较这个停车的问题。如果它依它的牌照规定停放于路边的机车格，它就会突出路面0.5公尺，会造成道路使用者的开车行驶的危险。加上机车在未来上市之后，在台北市区范围只能够停路边跟路外的汽车格。这种机车驾驶人爱附小型车以上驾驶执照，毋过明驶伫高速或者是快速道路。交通部咧依照法制作业定书办理修正，按算今年6月底完成修法。台北市天管处表示，这种机车的实施时间爱等上市了后宣告。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食毒驾驶，行政院是宣布14项因应措施。法务部也按算要甲这丧事分段内底，以统二级对2级毒品改列做1级的毒品，包含制造、运输、买卖，相当是会当判甲死刑。因若食毒驾驶致死的，爱规世人吊销驾照；若是技术检测，就罚27万；若发袂惊掠到一届，就罚18万，会当一直罚。冲浪警车嘛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车，小客车冲红灯，警方向前拿闸，无想到驾驶煞大油门加速逃走。代志是伫高雄朝阳区发生的，车内互人发现有毒品，驾驶毒品喙烂快胎嘛是阳性反应，食毒驶车真侪。法务部一定上紧17调开毒品审议委员会，讨论甲依托米子由第2级毒品改列做1级毒品，制造、运输范围相关的当处死刑。依托米子由第2级毒品改列为第1级毒品，凡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衡平性、比例性跟罪值来做一个通盘性的考量，但基本上我们整个毒驾的刑责是往上要提升，这个整个政策方向是不变的。食毒驶车防治方面，交通部规划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食毒驶车吊销驾照3年，若是累犯也是肇事致使别人重伤死亡，终身袂使考照。若是年满18岁，公车乘客便于知影驾驶人有用毒品，也是坐车，一处连坐罚，相关的当罚15000。同车乘客没有去劝阻那个驾驶毒驾的一个驾驶人的话，也会被处以6000到15000的一个罚款。吊扣吊销要重考的话，就需要经过戒瘾相关的一个程序。当时食毒驶车累犯罚款原来的大幅度提高，食毒驶车罚款为3万提高到12万，食毒骑机车为15000提高到9万。第2届违规，伫头1届罚款的基础，国加罚9万。第3届以上持续累加，而且无进步。食毒驶车技术测量罚款为18万，要提高到27万，再犯者每一届阁加罚18万，累计无进步。而且食毒驶车的车，不管车辆是啥个，拢没收。万一他的车子，他其实就是开偷来的车子，
那你没入之后，难道就不给原车主吗？所以不会是这个样子。租车来的那这个租赁的公司对这个事情，他自己应该有这个风险的意识，要去做控管。防止新型毒品，因为部分新型毒品有可能用电子烟这个载具来食，卫福部嘛要修法，持有类烟品甲伊的组合关键，一旦依法没收以外，也会当罚3万至10万的罚款。相关修法会伫6月陆续提出。记者采访报道。韩国初三举行地方选举甲国会补选，这是总统李在明2025年上任以来头一届举行的全国投票。执政党伫咧16个行政区是选赢12个，因为首尔市长的选情算是互反对党国民力量党的现任市长吴世勋胜利，第5届连任这个首尔市长创下当选的纪录。韩国地方选举甲国会补选初三上场，侪选民迁入去各地投票所投票。根据韩国中央投票管理委员会统计，这届选举的投票率是61%，创历史新高。根据较早的计票甲出口民调结果，总统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伫包括首尔在内，拢总16个一级行政区的地方政府首长选举内底表现赢目，摕到12个行政区的执政权，比顶届选举成长超过2倍。那前总统尹锡悦所属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伫尹锡悦戒严案防罢免判刑了后，状况一直无好。投票结束了后，出口民调显示，国民力量敢若伫一个地区有领先，就连经济地大区拢真危险。开票结果出来，毋但大区甲庆尚道拢走掉咧，连首尔就赢落来。 이번에 꼭 소중한 한 표 투표해야겠다 생각이 들어서 네. 투표해서 그 동작구 국민을 위해서 헌신하고 동작구 발전을 위할 수 있는 후보자가 탄생됐으면 좋겠다고 생각합니다. 韩国地方选举的投票时间拄好是李在明政府上任满周年。首尔市伫这届选举中，红认为是一级战区，挑战市长宝座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原本因为总统李在明的高民意支持度气势真好，尾仔煞跋落尾。现任市长吴世勋上尾的时阵倒头赢，毋但连任成功，阁创下当选5摆纪录。 손을 점점 잃어갑니다. 점점 오만해지고 있죠. 이 오만의 폭주 중단시켜야 되겠죠. 选民专家分析，少年选民毋茫轮替，不过中老世代的选民有人数的优势，伊个嘛是吴世勋连任成功的关键。这届地方选举嘛传出下魂，首尔有14个投票所，因为投票纸无够，致使投票暂停，引起选民不满。反对党国民力量党要求停止开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是认为无必要。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3扣1条款的调查结果，指出有60个贸易伙伴国家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措施不足，其中建议要对包含台湾在内的14个国家加扣10%关税。这消息一个传出来，中国随着来否认因强迫劳动生产，因为后面也批评用这款的理由来扣关税无正当。 川普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管理法，对贸易来访国扣对等关税。今年1月已经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反，不过川普的关税还未实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公布，在1974年贸易法中的3扣1条款所做的调查结果。 主张美国60个贸易友好经济体无有效禁止造成无公平贸易行为的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美国，所以建议加扣10%到12.5%的关税。其中台湾是被建议加扣10%的14个国家之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是为解决美国在全球市场面临较大贸易逆差的问题。Driving all of these deficits. We believe, among other things, are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One of these is a tolerance fo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 made with forced labor. 这摆公告是3扣1调查定数之一，最后的数据还未定案，而且要经过川普政府一定定数。英国表示，咧打击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英国企业未正做帮凶。加拿大总理下年是表示无意外。 比列伫12.5%关税中国，除了否认有强迫劳动，也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欧盟也表示，因为这理由扣的关税是不合理的。
I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European Trade Commissioner, Maros Šefčovič, before we sent this out, and he gave me his views, I gave him mine. Both sides are committed to compliance with the trade agreement. 特别是巴西除了竞标劳动计划，也个互美国向参考一条款另外调查所谓贸易电子支付等贸易不公行为，最后真济商品被建议加扣75%关税。总统卢拉接到消息了是真生气。E nós não podemos aceitar o tratamento que os Estados Unidos deu ao Brasil esta semana. 参考一条款调查结果出来时阵，对美国甲印度实体贸易谈判进行到最后阶段，消息传出，和印度是正解决，而且印度甲中国共伫12.5%关税战绩。根据彭博报道，印度已经否认竞标劳动的指控，佮指出这问题应该在进行中的贸易谈判空气之下解决，毋是透过单方面的加扣关税。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美国讲咱台湾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这措施不足，讲要甲咱加扣10%关税。咱的行政院强调，劳动部甲经济部会建立跨部会审议机制，关于了后会用贸易法来做管制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国际铁马大厂巨大集团去年和美国指控讲涉及强迫劳动，方发布暂扣令，禁止台湾的产品输入美国，引发关注。即卖美国以强迫劳动做理由，计划因301条款扣台湾顶10外国10%关税，佮点出台湾无禁止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口，因为美国对顶关税税率的法源失效了后，改采贸易法和301条款做贸易战的基础，这是引发政府关注重视。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了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未来也会持续的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优化仲介评鉴制度，提升外籍远洋船员劳动保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列11项强迫劳动的指标，包括乌白用弱势、限制行动、扣身份文件、用债务白条和过度加班等不法的状况。事实上，台湾远洋渔业强迫劳动的案件真多，包括美方3摆列入强迫劳动的清单。人权和劳动团体对政府在提升移工劳权的部分无法度理解。贸易法它如果没有跟着这个相关的修法，特别是除了美国之外，欧盟他们的这个禁止强迫劳动商品的规章也在明年就要上路。台湾的远洋渔业其实很有可能会被列在资料库里面。大力的推动就是说政府对政府的直接聘雇，而同时要对那种恶质不良的中介采取撤照处分，才能从根本斩断剥削。行政院强调，为了帮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在2月的时阵已经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的指引。劳动部和经济部会建立下部会审议机制，决议了会以贸易法来做管制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提升供应链的劳动人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个小秒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华府表示，以色列参黎巴嫩同意停战，不过需要真主党全面停火，离开利塔尼和以南。只是这项提议已经被真主党的领袖拒绝。俄乌情势紧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有写一张公开批，和罗西亚总统普京提议双方见面来讨论好战争结束。那无乌克兰嘛已经准备好要长期抗战。日本的电视台公开影像指出，有中国的军舰伫咧钓鱼台周边海域逼近日本的渔船真侪间。专家就指出，中国伫咧海域施压常态化，是对日本领土主权的威胁。继续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到大陆也未通过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案。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是强调讲，这军售案也搁咧审查的阶段，无暂停。美国对台军售嘛未听中国的意见。另外，咱国军强化国防自主，在江南国造海军号伫6月初4是搁再出面投入第16间海测，也搁有咱对美国采购的攻击无人机和在野来积极作战的能力。陆军也是来进行实弹射击，一兵一中射到海上的目标，打破外界质疑。美国总统川普也未通过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引起外界烦恼，讲敢是受到传习会影响来延迟。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来做出回应，讲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未问中国意见。We're not withholding; it's just under review still. It has, but we just executed one in December, which was more than Biden did in 4 years. 罗比奥强调，军售案搁咧审查。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认为讲，美国针对台湾安全重点拢是控制军规，也个卖武器。
煞无注意到上歹剃头的问题，也就是美军甲国军是欠协同作战的能力。上要紧的是，双方应该建立共同通信，会当相联络的指挥管制、联合演训，也有情报互相分享机制。事实上，美国近年也对台湾开放更多的协同演练，包括让国军的地面部队呈建制营级以上前往美国参加北方打击，还有南方打击，乃至于最近的西方打击，着重远程火力，包括海马式炮兵飞弹等等的这种演训。陆军日炮击部无人机大队车3正向无人机的实弹射击 ，Otis 600M 是新式攻击无人机，好在也这支作战能力，这届也头一届射海上的目标，拍到的比率是100%，也互国军要透过特别预算，买反装甲火力更加强的 Otis 700M 来增加可能性。如果我们花大钱去买一些还不够成熟或者是到时候在时效上那个不达标准我们会有疑虑。操演也好，或者演练也好，如果能够顺利成功，那当然会加深国人对于采购的信心。国军这礼拜进行铁马操演，雷霆操演真侪项实弹射击，引来中国注意。唔拿出动无人机想要收集情报，中国军机也加重侵了台湾的力头。国防部测试发布，掌握到中国出动32架次的中国军机，其中25架次超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甲东部的空隙，结合10只中国军舰、5只公务船来侵了台海。国军是定睛应对，海军电河军舰监控中国的景德镇军舰 F-16V 是翕到无侦察无人机。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另外，中国海警船编队3号侵了咱金门的限制水域，海巡随派巡防艇1对1伫边仔甲伊监督，专程施压，甲海警船全部赶走。记者综合报道。国安局一位前组长刘冠军涉嫌侵占公款超过1亿9千万，逃亡去到海外已经20多天。苏林地检署认定这钱的部分已经超过追诉款的时候，不起诉处分。不过也是有透过甲伊的股票卖掉，将1亿9500多万的犯罪所得报倒回来。另外，这刘冠军也涉嫌甲外交机密交予中国的部分，目前也搁在通缉当中。8号报纸刊过，前国安局的组长刘冠军涉嫌侵占公款，当领超过1亿9200万，伫防诉讼约谈进前，就早一步走去海外。代志发生到今已经20多天，检方认定伊涉及的贪污犯行，去年8月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目前以无起诉来处分，但约会超过1亿9500多万。检察官认已予追诉时效，为不起诉处分，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千万余元。外壁警察铁门换新，和真侪当前拢达差的刑，看起来完全无同。刘冠军用犯罪所得买这栋别庄，互检方申请没收准啊。经过法院拍卖，已经伫113年7月，以4200多万拍卖出去，但是当约回就业的金额，拢是靠检方查扣变价。刘冠军名下台积电、联电、华邦电这股票持有超过96万股。那为了怕这个冲击到当天交易日的这个市场。以这个几个工作天来平均分批的卖出，应该不会刻意去考量说这个股票未来会不会涨。4档股票伫112年的2月份5天卖出去，摕回来至少1.4亿，就算是对比即卖的股价，华邦电对每股23块起到179块，联电对50块变做125块，台积电对516块翻到2300多块。干那台积电的10万股都会当加4亿，但是股票是互检方追扣的，无方认定是犯罪所得。若是放到即卖才卖，金额超过犯罪所得的部分，颠倒是爱发行予刘冠军。这个国安密销案并无完全结束，因为刘冠军方发现讲，甲迄当阵经手的奉天、东洋和明德专案，勘测官手秘密外交和美日外交的机密预算经费和文件，拢早去中国，涉犯的盗窃这罪嫌，拢是互高检署侦办，持续发布通缉。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网络顶头一个查甫人翕影片，讲要对花莲县议长张俊不利，因为张俊是花莲县长参选人之一，这警方是已经透过网络 IP 锁定对象，去到婚林抓到这个嫌犯。碰把摕电伊的车字，这个抢在伫网络顶直播的查甫，煞雄雄开始干叫花莲议长张俊，上尾也搁呛声要互死，影片传开，互伫议会电动的议员是议论纷纷。就是在那边辱骂，他说要给我死，
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不认识，完全不知道是谁。对，是不是因为议长有发了一个打击毒品的一个宣言？有可能是这样子啊。今年应该是第2期了，那我们真的希望在政治上面可能也许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恐吓还是威胁。因为张俊嘛是花莲县长候选人之一，警方正重视，除了随完成证据保全甲资料收集以外，嘛透过网络 IP 锁定特定对象，伫6月初3去到婚林，将这个涉案查甫逮捕到案。张贤到案之后，我们初步的侦讯那张贤并不认识议长，然后我们厘清之后，这次案情也跟选举没有关联。涉案的39岁姓张的查甫有毒品甲早期前科，平常时常在网络顶悬透过电影平台直播。伊表示是为着吸引流量才会发表恐吓言论。不过，这个查甫的直播常常互网友评论伊的精神状况，哪像有食毒，敢有牵涉其他案件，警方会扩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搁再查到诈骗集团是一个52岁工程师甲2位共犯，因伫咧台中市处设立一个 AI 半导体甲再生能源等等的假投资网站，怪人去录钱，再搁甲资金转去海外，目前已经有44个人受害。警方来到台中西屯一个出租的套房所在，桌顶拢放用来创网络跳帮的电脑设备。刑事局侦查出一位姓潘的工程师，对2024年开始，听境外诈骗集团的指示，协助创假投资的网站，而且到1号也透过网络跳帮连续到海外虚拟主机来闪对诈。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新型软体，制造假投资诈骗网站，结合出金取信被害人。再引诱投入大笔资金。这个诈骗集团上阵最近 AI 甲再生能源真情，伫网络社群先放送消息，吸引民众投资。先开始先互民众领到细条的钱，得到利益。等民众投入大条的资金了后，就转做虚拟货币到海外去，了后关掉口罩，失去联络。专案小组对去年9月开始发动真济个行动，抓到包含主嫌在内计共15个人，目前已经知影有44个人受害，损失的金额大约3000万。查获以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检方最近侦查结束，按照涉嫌犯诈欺、组织犯罪条例等等的罪嫌，甲10个人起诉。原来 AI 科技会互诈骗集团摕来骗人投资，是因为台湾伫全球 AI 核心的供应链当中有真重要的地位。那么实现无所不在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运算，那么最终 AI 呢将会跟实体的这个部分呢来做深度的一个融合，那么走入在现实的一个世界。产业分析指出 ，AI 技术关键伫半导体计算力的突破，也有大量数据的累积。不过警方也是提醒讲，若有人讲会当赚到足侪钱，也是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拢爱较密切的，而且加查证。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间连锁的韩国火锅店，在头家伫5月初时阵临时通知员工，讲伊的店被收起来啊。不过4月到5月薪水到达拢还未发予员工，13个人加起来有超过50万。其中一位受害员工就讲，因2个月薪水佮加租遣费就有到15万这么多，有请劳工处出来协调，不过这个头家却是无要出面。今天中午问他，他也不会啊。提出手机啊对话记录，1个月前问头家薪水当时发，甲大家是提无钱。嘉义市一间连锁的韩国火锅，四月头家是5年前加盟的。员工讲，原的生意拢袂歹，差不多1年前头家敢若资金当时出问题，毋但欠劳保局钱，嘛欠总公司100多万的汇款。今年5月初，向通知公司车闸特别收起来，拢总13位员工，甲打包括4月、5月薪水，也有租客费，1仙都无摕到，总金额超过50万。老板钱没有发下来，那很多造成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缴贷款、房贷，跟那个租屋，生活上困难。陈先生自5年前开店就做甲大，2个月薪水加上租遣费，敢若伊个人都调15万。头家无要接电话，信息嘛唔回。13位员工走过去伊甲阿兄开的店找人，敢若得到对方一句我无钱。受害员工只好找劳工处来出面协调，希望会当讨回家己的辛苦钱。本府在6月2日召开劳资争议调解会议。
因为资方未出席以致调解不成立。那在此呼吁资方拿出诚意，尽速出面来妥善处理。受害员工讲，临时临要通知店要收，大家领无薪水，怪赶紧找头路，基本的生活开销根本无在调维持。即摆生过头家嫌甲无看人，就连调解过嘛无要出面瞧测，因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劳工处表示，所得来劳工若要拍官司，会协助因申请相关证明甲补助。记者林伟霆、柯家如、柯超阳家己采访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桃园市目前有3间病院加入救护一路通的系统。那或者救护车一路会当优先通行，佮会当得到佮较侪协助，速递送医的时间上紧40秒就送到病院。桃园市甲智慧城市的概念套入去医疗救护，伫咧病院4区位啊，1公里到2公里的范围画设电子围篱。过去救护车自入去电子围篱到病院，平均要4分钟，目前已经减少无到2分钟，上紧的记录40秒就会当到病院。你怎么看这个救护一路通？对患者的家属或者是那个病患本人来讲，等于也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应该很好。怎么说？对，因为如果能够很快、迅速的可以到医院的话，对病患急救都非常有帮助，所以非常赞成。虽望救护车有优先通行权，不过若是经过交通较复杂，也是定塞车的路段，要是二通行。也若桃园推出救护一路通的系统，已经纳入3间病院。2024年1月伫咧城堡路开始实施，2025年加入部立桃园病院，也佮有民生病院，一直到今年5月底，拢总有9540摆号字控制，平均逐摆就会当省1分41秒。这嘛是甲阎罗王抢命的关键。今年7月，联心病院嘛变作是第4个合作的场域。从2013年起，消防局、交通局透过跨局处的合作，办理救护一路通的计划。透过绿灯延长或红灯截断的方式，让救护车快速的通过。消防局表示，时间是紧急救护成功的关键，未来会继续用下局处的合作，整合消防局甲交通局的资源，推送到其他的急诊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长照产业正受到重视，不过嘛欠工正严重。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有24.7%要找这照顾服务员，要找半冬才找到人。民团就认为讲，政府应该应用科技设备来减轻照护员的负担。台湾去年65岁以上的人口是超过467万，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因性的长照需求是一日增加，不过大片的长照产业却面临欠工甲照护管理品质等问题，导致长照产业的员工讲，背后承担的压力甲风险，让因感觉心真忝。你现在人的体力可能会比较不支，肩膀常常就会需要使力。那我那一阵子的话，我肩膀是痛到完全睡不着。居服员有的时候就是很两难，因为我们项目的指示就是说，你只能整理案主的生活空间，但是被要求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目前要请照顾服务员，有确诊25%的人爱等超过6个月，还有23.5%爱等3至6个月才找到人。因为即卖长照产业欠工的状况，有87.5%长期是人力不足，需要人才类型，其中照顾服务员上欠，再来是护理人员甲行政人员。根据了解，长照产业除了找无人，阁面临人才流失的状况。互因想要离职的原因，包括家庭因素、体力负担大，各有情绪压力等问题。现有的中高龄这些照护员，他们的一个减轻照顾伤害跟负担，让他们留任更长的策略，包括提供一些照顾辅具等等。我们希望能够针对有一些通过语言或技术认证的外国技术人力，我们未来希望也可以把它纳进来。卫福部表示，目前照顾服务员人力也搁咧成长，不过若是大宿舍机构，因为需要轮3班，要请人是相对困难。卫福部会有增加培训，还有增加奖励，希望增加诱因来解决欠工。记者综合报道。即卖人爱看手机啊，煞嘛会出现焦虑躁心的情形。根据调查，18岁至30岁咧找头路的人，逐工差不多拢用4点钟伫咧看手机啊。有38%人是看甲会颠倒自闭起来，甚至有3成找头路的人烦恼会去 AI 取代。这其中理工科背景的人更较严重。
现代社会一人一支智慧型手机啊，不一个手机啊愈久，心理压力可能嘛愈大。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就发现，18到30岁找头路的人，逐工平均开3.95点钟伫咧社群平台顶头出现社群焦虑，会因为看到社群顶头别人精彩生活，感觉真自卑。愈手机啊嘛已经互少年的世代产生真悬的不安甲压力。有时候我们在滑手机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也会看到一些比较属于那种成功的案例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年轻朋友可能就有一个想象说，应该人要活成这个样子，可是我是这个情况嘛，难免就有这个压力存在的。根据愈世代焦虑报告就指出，有一半的人评估家己的生活内底，伫咧找头路、经济状况甲自我能力前三大高压的状态。平均10个人就有4个人因为社群顶头甲别人比较变到较自卑，嘛会较要以网络形象，也若自我认同嘛降落去，有要5成的人唔敢投履历，尤其使用社群平台较悬的人，更较高陷入自卑甲倒球。另外，调查阁发现，面对 AI 科技，有3成找头路的人真烦恼去互 AI 取代，尤其读理工科的人危机感上强。是当你发现你每次滑这个社群平台或者是使用网络，然后不自觉每次滑完之后都会无尽的空虚，然后非常的怀疑的时候，那你可能要理解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而是网络带来的这些心理的效应。专家就强调，不是少年人有偌焦虑，是焦虑背后反映出规个世代对未来的无确定感。为个人的角度，建议会当减少无意识撸手机的习惯，莫用刺赞的数量，也是外部评论来看家己。为爸母的角度，建议会当先理解，甲情绪接调咧，减少用单一的成功标准来定义囡仔的人生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乳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上悬的癌症，其中3阴性乳癌上介歹治疗。不过，即卖有一款新药列入去健保给付了后，已经有帮助到上千位患者，整体也加活18个月。根据卫福部的资料，乳癌是国内女性上接到的癌症头名，其中3阴性乳癌因为复发、转移甲死亡率较悬，是上恶治疗的类型。2年前，卫福部有甲治疗转移性3阴性乳癌的新药DROP2 ADC列入健保给付。根据联邦医学会追踪调查，1100个患者接受新药治疗了后，整体会当搁活18个月，这个成果甚至比搁济加码6个月。在过去这2年呢，我们治疗了超过1100位的病友，那跟上了国际脚步。那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把过去只有化学治疗的一个3阴性乳癌呢，可以加入我们现在讲的精准医疗。不过目前健保给付有条件限制，伊家表示3阴性乳癌病情发展真紧就变严重，呼吁卫福部参照国际治疗指引，放宽新药使用条件。如果能更早使用的话，就变成我们可能不用让这些病人是先接受化疗，可能他会遭受到一些很严重的副作用，甚至他的无疾病存活期可能也没到那么长。癌症癌药的治疗给付，我们现在在早期的癌药跟晚期的癌药分别12种跟8种的国际指引都分别只差1个，已经在审议当中，我们预计在今年就会全部跟上国际。健保署署长回应，今年政府推动乳癌照护品质提升方案，有增加4000万的经费，刷落来会开医师审议委员会按照定数赶紧甲新药列入3阴性乳癌第一线的给付，让病人会当提早接受治疗，增加存活的时间甲机会。记者郭金勇、王志刚台北报道。镜头换来看，厄瓜多的警方伫咧机场查到有人走私12只珍贵的杜丁，钱伫咧小小的卡网内底是真可行。也除了走私以外，这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嘛是愈来愈受到压缩。伫咧马来西亚有一种强要长种的高山仔，即阵嘛是定定咧走入社区来找食，甲人类起冲突。旅行包救开，内底竟然是几6只数据红白的加拉巴哥海杜丁。Realizando una inspección, dio como positivo 3 maletas, los mismos que durante una inspección el personal policial pudo determinar que se encontraban 12 iguanas de Galápagos。3个摕泰国护照的旅客将海杜丁绑甲严严，前入去3个旅行包，想要瞒天过海，伫厄瓜多瓜阿基尼国际机场准备离境的时，互撞到，虽然走私失败，不过也是造成伤害。
Lamentablemente, una de las iguanas fue hallada sin vida y varias presentan afectaciones físicas atribuibles a las condiciones en las que han sido transportadas. 加拉巴哥海盗丁是全球唯一的落海找食的盗丁，简单分布伫厄瓜多的加拉巴哥群岛，属于世界罕见的特有种。不过近年亚洲乌翅对稀罕的白糖类需求增加，和中南美洲濒危的物种正做走私目标。只是野生动物的威胁，不是简单的非法交易。 They don't really just stay intact in the forest, but they also come out to cross the road to the coastal region to look for food as well as to cover the beach side as part of their home range. 伫马来西亚的槟城开发大树村入去互拿，濒危的乌乌叶狗因为车底互车路切断，为着找食，敢若会当爬起哩居民的阳台，沿墙啊找路，甚至冒险踏伫高压电线顶悬，嘛一直有人狗冲突。 We can actually intervene to trying to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risk of roadkills to animals. And secondly, maybe we can try to build bridges. 为着解决危机，当地环保团体物尽其用，收集南无爱的消防水带，甲编做下过车路的空中走廊，搁靠社区居民做伙合适共存。 The residents not always like me, like to like wildlife a lot. Complain even because they are doing nonsense, right? So they need someone local to try to come down to minimiz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is one. 为南美洲防走私的海盗丁到马来西亚被逼通过车阵的乌乌叶狗，野生动物甲人类的冲突愈来愈济，只有民众提出有智慧的行动力，亲像用消防水带搭起来性命空桥，才会当替濒危物种留下生存的机会。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 有一种狗仔品种叫做比狗，这款狗仔是真歹食、真好教，所以袂少机场会训练因来做检疫的工课。其实这比狗也有长期互人抓来做医疗的实验。美国的动保团体就甲实验狗的探诊场来拍官司，拍9档总算成功，袂使搁探诊来做实验。对这阵米吉鲁狗来讲， 这是因生命中头一摆行出铁笼啊，感受日光甲空气，闻到草地甲土的气味。伫这个会使互因安心的环境中，好奇探索青春的世界，轻松喐来喐去佚佗。面对头一摆接触的人类，因嘛拢无封闭，故在人冒。 So it's just amazing to see that it's all come to this moment where the dogs are finally getting out and experiencing all of this love and joy and freedom. We didn't know if this moment would ever come, and it's 得到终身的米吉鲁先接受兽医的健康检查，然后搁做疫苗、安入晶片，搁进行绝育的手术，再搁送去全美国各地等待认养。动保团体表示，目前已经有700外的家庭提出申请，比认养的数量超过预期。We want to make sure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dogs has the absolute best outcome. Gets what they need, the time they need, gets spayed and neutered, and into the arms of a loving family. 因为米吉鲁体型小、个性温顺、好管理，长期互人用伫个药物甲医疗实验。其中伫个威斯康辛州的里吉兰农场经营犬只半整60多年，专门供应实验室使用。动保团体对2017年开始对农场展开长期的控制甲调查，期间经过硬拢入去救狗啊，甲激烈的抗争冲突以及法定的攻防，最后伫个多方的拍拼甲协调之下，农场同意放出所有的狗啊。 而且伫个7月初1交出探诊的许可证，避免遭受到同罪级的动物虐待起诉。虽然业者否认虐待动物，不过特别检察官认定场内部分目睭的手术定数违反州的兽医规范。这场大规模的救援，不但救出1500条性命，嘛把这个拖60档的实验犬探诊历史停落来。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在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 北部地区27度至30度，中部地区27度至32度，南部地区27度至31度，外岛地区27度至30度。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